后来进前有报道过，彰化县一个林长过年前，甲中国一个太太回到乌北的外家去探亲，老三个囡仔伫咧台湾，互老母来照顾，上细汉的才1岁。真无拄好拄到这个疫情，调离咧乌北1个月话，尾也是坐第2波的专机回国。今仔日结束14天的检疫，前后经过63天，总算转去到厝，抱着1岁查囝是有够感动。老母亲嘛来准备着红包甲面线，庆祝后生新妇平安倒转来。恭喜哦！伫中国乌北1个月尾，彰化林长翁仔某结束集中检疫14天，总算平安倒来。是谁啊？互因上袂放心的1岁查某囝嘛来迎接。有没有小妈妈？来，妈妈抱一个。经过63天，总算抱着因的囡仔，翁仔某2个真欢喜，妈妈阁愈欢喜，分人包互伊。谢谢妈。也阁准备面线，互因食。昨天我们是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，睡不着啊，就是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天亮啊。林长翁仔某是坐第2班的专机，一路上因拢是全副武装，挂因石尾喙暗，也阁有穿隔离衣。到台湾了后，直接到检疫所。盥洗用品啊，还有拖鞋，还有洗衣服的什么哈，所有的日常生活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准备得很好了。后勤人员就是都会帮我们把3餐准备好，放在门外面，我们只要开门，就是把它拿进去就可以了。林长翁仔某伫咧春节前到中国探亲，想要到因为疫情留伫乌北1个月尾，也阁拄着专机取消，厝内有3个囡仔，也阁有年老的妈妈需要照顾，因2个翁仔某是非常着急。经过2个月尾，总算回来，翁仔某2个非常感谢台湾政府、防疫人员，也阁有亲友的帮助，一家伙总算平安团圆。